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创世纪33章第1节到17节，以弗所书第4章21节到第5章第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救我。最近在新闻中沸沸腾腾的在讨论到新竹一位教授因为这个家庭的财产问题持刀杀死了太太的妹婿，外表上看起来都是外人在争夺，但实际上这个家庭早就存在严重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不是要来探讨财产分配的问题了在整个事件的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无论是留学的音乐老师，或是大学的教授，或是姐妹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活在过去，而且累积了许许多多的怨气。昨天我们在提到了雅各他因为欺骗必须逃离故乡，却在舅舅的家当中受到欺骗欺压。他整整花了21年的时间，得到了许多的财富，然后就决定要脱离舅舅，决定回故乡但是呢，他所经历过的这一些教训并没有让他真正的改变过来。他回故乡即将到家的时候，因为害怕哥哥的报复，就开始耍心机。昨天我们谈到的，其实他仍然以救我的生命活着。今天的经文创世纪33章第1节到17节，接续了昨天的经文就提到了雅各看见以扫领着400人前来，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雷结和2个妾。他叫2个妾和他的孩子们都走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们跟着，雷结和约瑟压后。雅各亲自走在他们的前头，他走近哥哥的时候，接连7次俯伏在地上。以扫跑过来迎接他，拥抱他，亲吻他，2人都哭了。以扫观看四周，看见女人和孩子们，就问：跟你同行的这些人是谁？雅各回答：这些孩子都是上帝恩赐给我的。于是2个妾带着他们的孩子们上前来，向以扫下拜。接着利亚和他的孩子们，最后约瑟和雷结都上前下拜。以扫又问：我先遇到的那一群是什么的？雅各说：那是做见面礼的。以扫说：弟弟，我什么都有了，你留下你的东西吧。雅各说：不，你若喜欢我，请你收下我的礼物。你现在这样恩待我，我看见你的面，就像看见上帝的面，请你收下我带来的礼物。上帝一向以仁慈待我，赐给我一切所需要的。雅各再三请以扫接受礼物，他这才收下。以扫说：我们动身吧，我走在你前头。雅各回答：你知道孩子们还小，而且我也关心这些吃奶的小牛小羊，如果我们再赶1天的路，恐怕牛羊都要累死。请你先走一步，我在后头慢慢的跟着。牛羊和孩子们能够走多快，我们就走多快。我们会在以东相会。以扫说：那么我先留下一些人护送你。但是雅各回答：若是你不介意，那也用不着。于是以扫当天就动身回以东去了。雅各却往苏哥，在那里替自己盖了房子，也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叫做苏哥。相较之下，我们看到哥哥以扫的生命是彻底的改变，
原本他不甘心被弟弟欺骗，抢夺父亲的祝福，想要杀雅各的心，现在却以包容、接纳、祝福的生命来迎接。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他劝勉基督徒要脱离以前的生活，脱下旧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正是基督徒人生的一个目标。以弗所书第4章21节到第5章第1节，保罗这样说道：你们无疑听过他的事，做了他的门徒，学到在耶稣里才有的真理。那么你们要脱下那一向使你们生活在腐败中的旧我。那旧我是由于私欲和诱惑而腐化了的。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要穿上新我。那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表现的在真理所产生的正义和圣洁上。所以你们不可再撒谎，每一个人必须向弟兄说诚实话，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你们若发脾气，不可因这脾气而犯罪，也不可生一整天的气，不可让魔鬼有机可乘。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窃，要靠着双手诚实工作，才能够帮助贫穷的人。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只要说帮助人、造就人的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使上帝的圣灵忧伤，因为圣灵是上帝拥有你们的印记，保证上帝释放你们的日子就要来到。你们要除掉一切的怨恨、暴力、愤怒，不要再渲染或毁谤，不要再有任何的仇恨，要亲切仁慈的相对待，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借着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既然你们是上帝所爱的儿女，你们就必须效法他。因为基督徒学习基督的目标，就是要将我们的生命去旧换新，就如同保罗曾经说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我的五脏六腑是你所造的，在母腹当中你把我凑合起来。我颂赞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非凡，我心里深深领会。我在母腹中被塑造，在隐秘中逐渐长大，骨肉怎么样成型你都知道。我出生以来你已经看见了我，那为我安排尚未来的日子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上。上帝啊，你的意念多么的深奥，你的心思多么难以数算。要是数算，比海沙还多，纵使数算到底，我仍然跟你在一起。感谢主赐下救恩，使我们能够因为相信而得到新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日日更新，学习基督的模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